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18章。约沙法有真侪财富，搁真受尊敬。伊甲以色列王亚哈结亲。过几啊年，伊就去撒玛利亚拜访亚哈。亚哈为着伊甲伊的军随，杀真侪牛羊，说服伊做伙去攻打基列的拉末。以色列王亚哈对犹大王约沙法讲：“你要甲我做伙去攻打基列的拉末无？”约沙法应讲：“我的就是你的，我人民就是你的人民，阮要甲你做伙去交战。”约沙法阁对以色列王讲：“请你先问上主的意思。”以色列王就调集先知400人，问因讲：“阮通去攻打基列的拉末，还是毋通？”因应讲：“通去攻打。上帝要将即个城交伫王的手。”约沙法讲：“遮减无阁有上主的先知，互咱通问。”以色列王甲约沙法讲：“还有一个人是임拉的囝米该亚，咱通对伊请问上主。毋过我怨恨伊，因为伊对我讲的预言无一项好，常常只有讲灾祸。”约沙法讲：“请王毋通安尼讲。”以色列王就调一个官员来讲：“你赶紧去叫임拉的囝米该亚来。”以色列王甲犹大王约沙法伫撒玛利亚城门口的五谷场穿礼服，坐伫因的宝座，所有的先知拢伫因的面前讲预言。基纳纳的囝西底家做铁的角，讲：“上主安尼讲，你要用这个铁角搭叙利亚人，搭甲因拢消灭。”所有的先知拢安尼预言讲，通去攻打基列的拉末一定得胜。上主要将即个城交伫王的手。迄个去叫米该亚的使者甲伊讲：“你看，所有的先知拢对王讲好话，请你嘛甲因相款讲好话。”米该亚讲：“我去应我的上主咒詛，我的上帝讲甚物，我就对王讲甚物。”米该亚来到王的面前，王问伊讲：“米该亚，阮通去攻打基列的拉末，还是毋通？”伊应讲：“好啊，做你去攻打，一定会胜利。这城会交伫恁的手。”王对伊讲：“我着叫你咒詛几遍，你才会奉上主的名对我讲实在话。”米该亚讲：“我看见以色列众人亲像无牧者的羊，四散伫山里。上主安尼讲：遮个人无主人，逐个人通平安倒去因兜。”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讲：“我竟无甲你讲，这人对我讲的预言拢无好话，只有讲灾祸。”米该亚继续讲：“所以着听上主的话。我看见上主坐伫宝座，天顶的万军徛伫伊的正边倒边。”上主讲：“什么人要引诱以色列王亚哈，互伊去基列的拉末死伫遐？这个讲安尼，迄个讲安尼。”后来有一个神出来，徛伫上主的面前，讲：“我去甲伊引诱。”上主问伊讲：“你要安怎甲引诱？”伊应讲：“我要出去做白贼的神，互遐个先知讲白贼。”上主讲：“
你甲伊引诱，一定会成功。你去，照安尼做。现在上主有互白贼的神入伫你遮的先知的喙，上主宣布要降灾祸互你。基纳那的囝西底家行进前，先米该亚的喙皮讲：上主的神什么时离开我来对你讲话？米该亚讲：你去秘伫密房，迄日就会知。以色列王讲：将米该亚抓起来，交互市长阿文甲王的囝约阿斯。甲因讲，王交代，将即个人关落家，互伊一撮仔饼甲水就好，听候我平安倒来。米该亚讲：你若真正平安倒来，就是上主无托我讲话。佮讲，恁大家着会记得我讲的话。以色列王亚哈甲犹大王约沙法去进攻基列的拿抹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讲：我要改装上战场，你通穿你的王服。以色列王就改装，因就上阵。叙利亚王有吩咐伊的战车长讲：毋通甲因的士兵也是官长交战，只有甲以色列王交战。战车长看到约沙法就讲：即个一定是以色列王，因就挖起要攻击伊。约沙法一个喊救命，上主就帮赞伊，上主互因离开，无搁入伊。战车长一个看到伊毋是以色列王，就越走无搁对伊。有一个叙利亚的兵仔开弓，无拍算射入以色列王战甲的甲蛇。王甲赛车的讲：我着重伤，着紧势翻头，带我离开战场。迄日交战非常猛烈，有人呼以色列王，互伊徛伫车顶，面向叙利亚人。到下晡差不多日落的时，伊就死。